弟兄姐妹，大家平安。感谢神，我们在这个时刻，我们愿意还可以提早来到教会。我相信这是神的呼召，神的拣选，神的保守看顾。神今天会大大祝福在我们当中，圣灵会亲自的把一个祝福恩典临到每一个人身上。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要在聚会祷告会之前，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说：神啊，神你帮助我们今天晚上的祷告都蒙神的应允。神啊，你让我们可以成为一个蒙恩宠、有聪明的孩子。我们所祷告、所祈求的，圣灵都一一的回应，圣灵都带领我们前面的道路。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跟神说：今天晚上，神啊，我们所求所想，都是要蒙神应允、蒙神垂听的。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向你献上感谢。哈利路亚，希利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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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希利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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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如果你会用方言，鼓励你用方言来祷告，让我们的灵先被眺望，让我们的灵先与圣灵来对齐。哈利路亚，希利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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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希利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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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希利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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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希利格哒巴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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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我们的手举起来，把我们的手举起来，向他来祷告。单单的向他求，单单的向他来祷告。弟兄姐妹，这个时候我们再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要来到神面前亲近他之前，我们求耶稣基督的宝血再一次厚厚的遮盖涂抹我们那看得见的罪，我们那所犯的罪，我们那隐而未现的罪，使我们不再被罪所捆绑，被罪所隔离。让我们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鞭伤是要蒙祝福的，我们的生命要再次的被神给提升跟调望。10到3，我们一起来祷告，说：神啊，你耶稣基督的宝血来遮盖涂抹我们，厚厚的来遮盖涂抹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稣，我们向你来祷告。耶稣，今天晚上我们要来到你面前亲近你之前，主罪不能辖制我们，主罪不能使我们与你的爱隔绝。主，你已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希利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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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希利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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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希利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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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希利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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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你光照我，主，你光照我，那我知道的罪，我所犯的罪，我那隐而未现的罪，求神你来遮盖，求神你来涂抹，求神你来洁净。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希利格哒哒哒哒哒哒哒，希利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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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希利格哒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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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哒。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跟我一起来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一起起立，再次高喊说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耶！感谢神。跟你身旁的人说，我预备好要来敬拜神啦！我预备好要来敬拜神啦！一起拍手！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阿们！阿们！一起来敬拜他，称颂他的名啊！从头来说，我的盼望就在耶稣基督里，在你里面满有平安。生命的泉源，
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副歌里面活着。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有多少人？你今天相信我们的神是蛮有能力的神？给我们神一个最大的呼喊！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从头来说，我的盼望就在哪里？就在耶稣基督里，耶！在你里面满有平安。是的，生命的泉源，生命泉源，就在耶稣基督里，有主在我里面活着。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一起来说，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再次对主说，主，我宣告，我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举起我们的手来说，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再次说有主，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更深的举起你的手来说，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在我里面，没有惧怕。最后一次说有主，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能战胜仇敌。有主在我里面，没有惧怕，还得胜有余。拍手来敬拜他。宣告在我里面的，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我宣告，在我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再次宣告说，主，我宣告，宣告在我里面的，比世上一切更有能力。我不属这世界，我高举耶稣的名。让我们的生命要高举耶稣的名。里面有活水涌流，满有能力。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对主说，有耶稣，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最后一次宣告了，有耶稣在我里面活着，我勇敢站立。哈利路亚，赞美他，哈利路亚。我们的神是配得我们赞美的神，阿们。阿门。我们要继续来敬拜他，我们要继续来敬拜他。我们对主说，主，今天晚上我们相信你是蛮有能力的神，并且今天晚上我们要看见神你在我们当中行那伟大的神迹。神，你要让我们的生命每一天都有新的见证要发生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一起来祷告说，神啊，
啊，我好久没有经历到你的恩典，神啊，我好久没有新的见证可以分享。主啊，你让我今天晚上因着我向你来祷告，主你给我新的见证、新的祝福、新的恩膏，祝福在我的生命当中。举起你的手，我们一起来祷告，1、2、3，主啊，主，我们要说，主，我们今天晚上我们要再一次领受到你的祝福恩典，主，好让我们的生命充满了主你的见证。今天晚上我要看见，主，今天晚上我要看见，主，今天晚上我要看见神你在我们当中做奇妙的工作。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耶稣，我们要向你来祷告。耶稣，我们要说我要看见。耶稣，我要说我要看见神你的作为在这当中运行。哈利路亚，一起来说，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更深的对主说，主，我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更多来敬拜他说，主，我的生命要看见，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主啊，这时代要看见你的荣耀。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宣告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是我们的安息，是你眼前梦。再次说主，求你，求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恩待我们。我们呼求你的名，求你怜悯我们。求你与我们同行，是我们的安息，成为眼前蒙恩。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敬拜他来，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从头来敬拜他，求你降下同在，在你子民的敬拜中。是的，主，你降下你的同在，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从头来敬拜他说，主，求你，求你降下同
求你显出荣耀，在你子民的赞美中，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是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最后一次来敬拜他，说主我要，我要看是的主，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对主说主，这时代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最后一次宣告说这时代，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主啊，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今晚看见你的荣耀，阿让我门，们今晚经历到神迹奇事在我们当中发生。阿门，主啊，让我们生命当中看见你在我们当中掌权带领，让我们今晚在你面前经历神。愿主你施恩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哈利路我们荣耀归神。耶，好，请坐。在还没分享之前，我们不知道有没有兄弟姐妹愿意来见证你最近经历了神的恩典，有没有？好，我们请姐妹来。牧师、弟兄姐妹平安。我今天要讲的见证，我是要说上个礼拜四晚上，因为爸爸他射护腺的问题，然后那天晚上他排便排不出去，尿尿代谢不出来，整个晚上就是整个肚子胀得很大，一直很不舒服。但是他又不愿意去海总挂急诊，因为他在今年4月份的时候，也是因为发炎，然后在那边住院住了10天，打了10天的抗生素，他真的吓到，因为爸爸一向身体都蛮硬朗的，没有什么毛病，是在今年他们就是射物腺的问题、尿尿的问题去检查，才说是射物腺肿大，然后他一直害怕，他如果再去，怕医生又叫他住院，所以就那天晚上一直忍，忍到凌晨的时候，我说那你不要去那里，你想去哪里？然后跟我说他们那一组的组员有一个跟他建议说去那个联合医院，他说他去那边看的还不错，然后到早上大概凌晨5点多，我赶快跑去看到底是几点开始挂号，结果去又看到一个社工，我就问他，他说7点半可以去抽牌，然后大概8点半、9点才会看。我心里想说，主啊，还要再忍那么久，心里一直很慌。但是冷静下，我就赶快到教会晨祷的时候，跟我的区长瑞美说，请代祷。
然后就在那边祷告完结束，我赶快回去。在这个当下，因为整晚爸爸都没有睡，相对我隔天刚好又排到要打疫苗，那天晚上也没有睡觉。我心里想说，主啊，你要保守我，因为我们家有那个高血压的病史，等于说我若晚上没睡，我隔天我的血压一定会飙高。但是在那天晚上，我们就一直祷告，隔天没办法，最后还是去海总。后来因为我是排早上10点半，然后我就打了电话给我妹妹说，看她可不可以过来带我爸先去挂号，先去挂急诊，然后我打完针再过去。那在这个当下，感谢神，因为一直祷告，一直祷告，我就求神说，不要让我爸再住院，因为真的住院他很麻烦，我们也很麻烦。然后感谢神，在这个当中，因为爸爸只要一发炎，去医生已经叫他住院的，不用说第二句话。可是这个当下真的感谢神，他去医生把他看完，就给他插尿管，插完在那边等了大概半小时，后来医生说好，我们可以回去了。我真的感谢主。然后在这个当下，我就自己很祷告，因为我知道我人已经开始不舒服，我就量血压，我的血压居然飙到197。当下我一直冷静，我说主啊，我向你祷告，求你保守看顾我，因为我今天一定要打，不然接下来我真的也没太多的时间再去排。然后后来就祷告，当我要去打的时候，我血压降到177，是还没有到我的标准，但是我凭着信心，我就提早去到那个我们那边新安心妇产科，我去那边坐了半小时，我一直在那边祷告，我说主啊，求你保守看顾你的儿女，让我今天打这个针没有什么反应。后来就在那边静下心来，等了半个多小时，在那边祷告。当那个小姐来问的时候，幸好他们没有量血压，我心里想说，我如果量完蛋，我可能不能打。然后在这个当下，就祷告完，心很平静，然后就很顺利的打完了这个疫苗。但是在这个2-3天当中，可能是因为我血压一直不稳定，但是感谢神，他保守看顾我，没有让我太大的不舒服，只有这几天头一直晕而已。但是我把一切的荣耀归给神，然后也感谢我们的区长瑞美、小组的组长，还有我们中保代祷为我爸代祷。我希望你们继续为他代祷，因为他那天我们昨天又去检查射护腺，医生有说他又肿大，但是他说他这个状况，因为爸爸一直不想插尿管，可是只要尿管一拔掉，他就尿啊便又没办法排出去，现在我只能祷告求医治他，让他星期一我们还要再回去看报告跟复诊，希望能够将那个尿管能够拔起来，让他能够自己靠自己能力去解小便，因为他只要医生说他的射护腺肿大，然后压迫到他的那个膀胱，然后导致他的尿没有办法顺利的解。那只要尿没解，相对的大便也没有办法排出去。那这个就是真的很麻烦。那这几天爸爸一直在家心情很郁卒，早上我就放诗歌让大家祷告。他一直说，如果上帝要接他走，不要让他那么痛苦。我说爸爸，你不要胡思乱想。我说神会保守看顾你，然后我希望他能够平静，然后也相信神会保守看顾他。那个星期一去看报告的时候，能够把那个导尿管拿起来，将一切荣耀归给神。谢谢。我们持续为了丽华姐的身体，请她父亲的身体来祷告。我想，凡事都在神的掌握当中，我们对神的信心要有仰望，要有盼望。凡事在神的掌权当中。来，我们有没有还有要分享见证？来，那个秀玉姐。
出炉的哈，刚刚的见证，这是我祷告了将近30年，开始的偶像是丈夫，那丈夫回天家完以后就谁啊？换我儿子了。所以以别神代替耶和华，他的愁苦必加增。我自己一直说我要交托，我要交托，我要好好过我的人生。但是特别当然是前面很长的故事，那我就分享我来右昌长老教会以后，我一直为着我的儿子祷告，因为他是东海外文毕业，照理讲就是要工作，因为爸爸已经过世了，那我们就是这样。没想到他把那个东海的就学贷款，他又去拿了高师大的那个心理咨商心理师，但是其实在心理师这一块我不太懂，所以第1年的时候，我很感谢神，就是我们舟山那个师母带的小组。那我记得就他常常会用那个个案来问我，说妈，发生那一件事情的时候你在哪里？我说我忘记了，然后怎样怎样？我说我真的忘记了。你为什么要去？我们若在基督里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一切都变成新的。为什么你还要去挖那个？然后他就马上告诉我，你是选择忘记吗？哇，那个对我们这一代的很有权柄的我们父母，你会更生气哦。然后又用神的话语去跟他去骂他，或是怎么样？那后来就是我一个很大的转变。当然那个时候是几乎每一次跟师母在一起的时候，我真的以泪洗面。我觉得好像要带别人，每次看圣阳在上面这样子带诗班，我就一直跟神说，我好盼望我的儿子能够成为你的器皿，成为你所使用的。那有一次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们小组吧，好像礼拜完以后。我觉得耶稣很奇妙，他都在什么餐桌跟罪人讲话，吃东西的时候在讲话。那一天刚好，我想陈牧师大概忘记了哈，那我就讲到我儿子。其实，在牧师的面前，我不太敢讲得很夸张，但是在师母，我是可以很释放的，就讲说怎样怎样，我们的对话怎样。那一天，牧师刚好就静静的听我在讲，他说。其实心理学若是没有跟神的话，没有跟神的生命合在一起，心理学、心理咨商只是一个专业。那专业就等于你好像是外文系，就是只会外文而已。其实它只是一个工具。那我从那一天听完以后，我就把它像玛利亚一样放在心中。那开始的时候，当然是小组啊，还有师母啊，还有一些祷告的同伴鼓励我。那其实我很多的祷告是在这个孩子身上，因为他是好不容易像雅比斯一样，神赏赐给我的，所以我大概为他祷告了30年。那刚刚新出炉的哈，他居然这一期在那个什么论坛报。他投了一篇文章哈，我刚刚是有赖他的题目说，知道对方爱你，却无法感受爱，试这5种方式，拉近你伴侣的距离。这里讲到亲子关系，讲到夫妻关系，讲到朋友的关系各方面，我没想到说，我平常跟他吵架。平常跟他在鼓励他怎么样在诊所他被欺负，他被怎样跟权柄相处，你要怎样，我没想到他居然在这篇文章全部写出来，而且还引用心理师的，甚至于他用了很多的圣经章节。我真的不知道这个孩子居然是把神的话放了那么多在他的里面。他刚刚在张师大哈，因为希望他又去教程。他张师大说：“妈，我在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不知道你看得懂看不懂。其实我看得懂。然后他说，我在写这一篇文章的时候，我有感觉好像不是我自己在写。然后我刚刚跟我小妹分享，我小妹说，那就是圣灵在教他。所以这个是我真的是非常感动。然后
我要谢谢，陪我流泪，陪我鼓励我，永不放弃。我在这边也要鼓励所有的妈妈，真的不要放弃你的孩子。我曾经好几次跟他断绝关系，有时候半年或者就不跟他互动。还有他有第6个爱，他讲到说中国人这是他自己加进去了。那个也是我们争执的地方。我很讨厌他来，我就是要煮给他吃，我就要洗很多碗，然后就但是他在这篇文章的里面，他加进去说孩子跟妈妈，他说譬如说小时候，因为他小时候很喜欢吃咖喱饭，然后我就煮给他吃，然后后来说我教你，下次你煮，没想到我根本忘记了他在这里高雄的时候，他曾经煮给我吃，所以他也就讲到说，其实我在我们中国人里面，吃是很重要的联系的感情。所以归荣耀给神，也谢谢我没有一个一个提名的为我带祷为我跟我一起陪我走过的。我还记得庭伟有一次在那个上班的时候，秀玉姐你要怎样，谢谢大家，归荣耀给神，哈利路亚。我们这母子关系要维系，要好的互动，真的，我们真的不是靠了自己也是常常仰望神。我想说，我接儿子，他20岁，我就70岁。我想说以后去接他的时候，同学一定笑说：“尚恩，阿公来找你了。”那代沟越来越多了越长久。但我们要真的在神面前祷告，因为只有神才能带领改变你的孩子。有时候我们对孩子他有自己的想法的时候，有时候我们的心讲了，他好像听不懂，或者他好像不接受，我们做父母亲会紧张会难过所以我们真的要靠着主来刚强。我们来读今天的神的话语，在撒母耳记第17章13节到27节，我们一起来念，预备来。耶西的3个大儿子跟着扫罗出征，这出征的3个儿子，长子叫以利亚，次子叫亚比拿达，三子叫沙马。大卫是最小的，那3个大儿子跟随扫罗。大卫有时离开扫罗，回伯利恒放他父亲的羊。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站着，如此40日。一日，耶西对他儿子大卫说：“你拿一法烘了穗子和10个饼，速速地送到营里去，交给你哥哥们。再拿这10块奶饼送给他们的千夫长。且问你哥哥们好，向他们要一封信来。”扫罗与大卫的3个哥哥和以色列众人在以拉谷与非利士人打仗。大卫早晨起来，将羊交托一个看守的人，照着他父亲所吩咐的话，带着食物去了。到了毛众营，军兵刚到战场，呐喊要战。以色列人和非利士人都摆列队伍，彼此相对。大卫把他带来的食物留在看守物件人的手下，跑到战场，问他哥哥们安。与他们说话的时候，那讨战的就是属加特的非利士人歌利亚，从非利士队中出来，说从前所说的话，大卫都听见了。以色列众人看见那人，就逃跑，极其害怕。以色列人彼此说：“这上来的人，你看见了吗？他上来是要向以色列人骂阵。若有人杀他的，王必赏赐他大财，将自己的女儿给他为妻，并在以色列人中免他父家纳粮当差。”大卫站在这旁边的人说：“有人杀这非利士人，除掉以色列人的耻辱，怎样待他呢？
这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呢？竟敢向永生上帝的军队骂阵吗？百姓照先前的话回答他说：有人杀非利士人，必如此待他。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或许会遇到让你恐惧的事情。这个恐惧的事情，可能是你未曾遇过的，可能你未曾罹癌。那有一天你发现罹癌，你会陷入恐慌，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癌症的这个疾病到底是不是能够治得好，到底这个疾病对你生命是不是能够造成很大的危险。或许你的恐惧是你未曾去过的地方，那你必须要去，你会有未知的恐惧感。比如说你要去面试，不管是考试也好，或者工作也好，你进去那个面试的场合，有些人会紧张到发抖，有些人在讲话他结巴，因为你将来不知道那个面试官要问你什么问题，你不知道那个面试官将来你进去之后他会怎么样考验你，所以很多人是在面对不知的情况下会有胆怯。同样的，我们人生多少会有遇过我们胆怯的事情。今天我们透过大卫的生命故事，我们要诉说那个大卫，他如果依靠上帝的力量战胜人人惧怕的歌利。从我们的经文当中，我们知道大卫是兄弟当中年纪最小的，那年纪最小总是会被人差遣。那父亲耶西就说他做了10公斤的麦穗和10个饼，要他拿去军营给他哥哥，还要吩咐他说你拿一些那个乳酪也过去给那个指挥官千夫长。我们看到大卫在那个年纪是尚未服役还没有到军营的年纪圣经说他3个哥哥已经去到军营里面，那父亲交代把父亲所做的这些粮食带到军中给哥哥，拿用进来讲跟去免费啦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带着他3个哥哥，扫罗带着大卫的3个哥哥去出征。那你想，在整个圣经当中，我们这个圣经的记载都很清楚，歌利亚是当然最后被大卫杀死。然而，我们思考，上帝怎么会用一个家里最年轻、最没有资历、最没有战争经验的大卫来成就这个事情？在诗篇第8篇第2节说：“你因敌人的缘故，从婴孩和痴男的口中尽力能力，使仇敌和报仇的闭口无言。”所以我们知道，上帝怎么会使用一个他们耶西的4个儿子里面年纪最小、最没有经验的，却是成就上帝美好之意，却是拯救以色列百姓的恐惧。神怎么会用这个？所以诗篇第8篇的第2节告诉我们，所以我们看到这证明了什么？证明只要神的灵与他同在，不管他的身份，不管他的能力，将都不是问题。阿们。所以我们知道，当大卫跟百姓说话的时候，他的兄长以利亚听见的时候，就轻看大卫，就向大卫发怒，说什么？你下来做什么？在旷野那几只羊，你交托给谁？我知道你的骄傲，你的心里的恶念，你来特为看战争。所以我们看到，在经文当中，当大卫拿着这些粮食要到军营给他哥哥的时候，发现正在战争。这个孩子不但不怕，而跑去战场去看。我们看到这个大卫面对了这样的杀戮之中，面对这样的歌利亚的叫嚣当中，他心里一点都没有恐惧。所以我们看到，
这个大卫的哥哥在言语当中，我们看到是充满了轻视。你的羊交给谁啊？你跑来这里干什么？然而，大卫会不会因为这样心里臭臭、心里难过，就垂头丧气离开？没有。我们看经文当中，大卫的反应是什么？不理会他哥哥的言语，不理会他哥哥言语。所以他说：“我做了什么？我来岂没有缘故吗？我做了什么？我起来没有缘故吗？”所以我们知道，大卫被这个哥哥看清，用台语讲的，讲这囡仔屁啊，你捌啥？你来这创啥会啦？对不对？然而我看到这样的面对轻视当中，大卫如果放在心里，大卫如果以此把这个轻视的这个侮辱放在心里，成为他心里的尴尬，成为心里的障碍的时候，他绝对走不出那个信心的象牙塔。所以我们在信仰当中，我们看到，或许我们的身份、我们的年纪会被看清，但我们看到大卫的生命当中，他并不是着眼说我被看清了，我不被看中了。他着眼是什么？他着眼是神的眼光。他着眼是他是上帝所拣选的，所以他说：“我来岂没有缘故吗？”代表说，我来岂是一定有上帝的旨意啊！我来根本无代无志要来，我来一定有上帝意思的，对不对？我们看到，他把生命的焦点不在于人的言语当中，而放在神给他的属灵生命。所以我们看到，当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儿女时，上帝就是要透过你我生命当中成就别人的生命。阿们。今天我跟中影呢，其实我意外去中影的这个店里，其实我去找一家广告店，要为了协会要接拍，可能要找那个印刷厂来设计那个邀请函。我去看说到底这家有没有在帮人家设计，然后骑车过去，发现店门关着，看隔壁什么那个中影的店我想说好像有人告诉我他开在这里不知道是不是这一家。我在店门口望啊望，后来中影可能看到我，然后他就出来跟我打招呼，我说你也来我说我不是来找你，我是顺路过来看你的啦我是找你隔壁的广告店。那聊，他说牧师隔壁开个咖啡厅只开2个月而已，刚开，要不要喝？我说不要啦。我心里想没有带钱，我去喝干嘛？我喜欢你们霸王餐没有带钱。牧师没关系，进来看看跟老板聊聊。我说好，聊可以啦，喝咖啡就不用了，因为没有带钱不知道怎么等一下付钱怎么办呢？总不能叫会友花钱嘛。然后我就过去跟这个姐妹聊到信仰。你看这个姐妹，她所敬拜是那个什么？之前不是很有名那个赞叹师父颂赞师父原来是他所崇拜那个是那个师父我一看就是那个他给我看那荧幕了我心里想操，这个这根狗要怎然后这是要跟他讲然后聊真的聊到信仰，聊到内心的事情，然后聊他们的师兄帮他设计的那个咖啡厅的内装。到最后我要离开之前，我说曾小姐我可不可以为你做个祷告？她说好。那牧师我要做什么？我说你只要说阿门就好了。那我就为她祷告她真的也听我祷告完之后说阿门。我心里想说，这个姐妹将来是我的 best， 我要希望我要她的生命得到救恩。所以各位兄弟姐妹，当神
拣选你，你就是要成为别人的祝福。阿们。所以我们要记得说，上帝呼召我们、拣选我们，不是毫无目的的，他就是透过你我对神的信靠、对神的仰望的见证，来成为别人的亮光。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成为万人因你得福的那个 key man。很多时候我们不一定是传福音才成为这个 key man。因为有时候你骑摩托车，你会遇到一个推着摩托车摩托车过了坏掉的人正在推着摩托车，你可以顺便帮他推个摩托车，你可以顺便帮他一把，你可以跟他说耶稣爱你，你可以成为他的生命的帮助。各位兄弟妹，在人的困难当中，不一定是人的绝境啊。有时候你小小的帮助他之后，跟他讲耶稣爱你，我想他是点滴在心头。或许一时福音没有办法马上进入他心里，但因着你对他的爱及帮助，我想他会记住。所以我们知道，上帝帮助你，在大卫面临的很多的讥讽当中，他并不以为然，他仰望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知道，神要你为他做更有价值的事情，神要你做更伟大的事情。那伟大的事情是什么？就是使人的生命翻转，使人的家庭得到转化。所以为什么我们要常常会随着别人的言语活在别人的嘴唇下？为什么我们要常常活在别人的眼皮下而过自己呢？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就要仰望神，我们像大卫一样，即使哥哥轻视着他，把话题转移，不在意哥哥的轻视的话语，他反而是怎么样？在别人的方向。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要成为一个基督精兵，我们必然要有一个心理准备。魔鬼撒旦最容易、最喜欢的就是攻基督的精兵，因为当他把基督的精兵击败、匮乏的时候，就是他得胜的时候。所以今天我们生命当中，魔鬼看你是不是值得他攻击，要看你是不是成为他的威胁。如果魔鬼看你都能够第一讲的看不久吧，你根本对他来讲一点没有威胁性，也就是说，你的生命、你的影响力没有办法足以让魔鬼紧张，他根本不会攻击你。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唯有基督精兵，你要为主见证、为主做工，你要为主刚强的时候，魔鬼就紧张了。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的韧性，你生命的见证将会成为别人生命的影响。魔鬼就担心这一步担心因为你的服侍，别人的生命被改变，他就失去机会。所以，当精兵被魔鬼攻击的时候，你要感觉到你骄傲。为什么？因为你的生命足以成为魔鬼害怕的对象。所以我们必须要仰望神。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在危急的战场当中，如果你去理会那个小兵小卒，你将无法成就大事。如果你像一个将军，是一个很有高眼光、高能力的将领，那才是人怕你的地方。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如果我们今天身为神所拣选的，我们真的不要花太多时间在人的讥讽上、人的眼皮上来过生活。你要靠着主活出自己，活出基督。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当时候以色列的百姓怎么样？
圣经说，那非利士人早晚都出来战争，如此40日。所以我们知道，这40天当中，以色列的百姓都受到非利士人歌利亚每天站在他们面前叫嚣，对他们的威胁。当时候以色列百姓活在那40天的恐惧当中。各位，这40天或许对百姓来讲是一个试探。我们记得吗？耶稣在旷野几天？40天。这个事实是否也代表了一个试探的日子、试探的数字呢？所以我们看到，当以色列百姓面对这40天的这样的叫嚣的时候，神的百姓受到极大的侮辱。然而大卫说：“这个未受割礼的非利士人是谁？竟然敢向永生神的军队骂叫嘛？”所以我们看到，从大卫的言语当中，我们从神学的角度来看，大卫说：“这个没有割礼的非利士人，怎么向着上帝的军队叫嚣？等于是对上帝提出挑战。”所以我们知道，大卫他认知他是对永生上帝的侮辱。所以歌利亚在战斗之前，他也曾经向他们神就抓。神在43节说，非利士人就指责自己的神咒诅大卫。所以你看到这场战争，看眼前好像歌利亚对以色列的军队叫嚣，然而在属灵意识上，歌利亚在出战之前，他已经向他的神发咒诅的言语了。所以难怪大卫说，他怎么可以向神的军队叫嚣呢？代表那个以色列百姓是属神的，而歌利亚呢是属于撒旦的。在属灵意义上，它是一个上帝与魔鬼的交战。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将面对的是什么？我们面对的不是那个人，我们看的眼前是这个人，你将传的福音是那个人，没有错。然而你要面对的是那个人背后那个邪恶势力、魔鬼势力，在他的心里掌权，在带领。所以当我们在传福音、做幸福交付主也好，在传主的福音的时候，请我们记住，我们将开始兴起了一场属灵的战争。所以当我为这个姐妹祷告时，当我在开始聆听她讲说赞叹师父、颂赞师父的过程当中，我心里眼看着她，心里在祷告：神啊，求你给我有智慧，让我讲出合宜的话。杨希如牧师说：“什么叫合宜的话？你的 best 听得懂的话，听得下去的话。”所以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属灵战争。所以当大卫被带到扫罗面前的时候，圣经说：“人都不必因那非利士人胆怯，你的仆人要去与那非利士人战斗。”扫罗看到大卫说：“你这个小孩子，你能吗？”从扫罗的眼光看大卫，这个年纪小，连入伍的年岁都不到，更何况没有经过训练的人，怎么可以穿起战袍来战争呢？以现在的话来讲，他连枪的扳机都在哪里都不知道，他怎么去作战呢？然而，我们看到非利士人在当时的人是高大又强悍，怎么是一个小小的大卫可以抵挡的呢？的确，从人的眼光不行。然而，大卫向扫罗说：“我曾经打败了熊，我曾经杀死了狮子。”各位兄弟妹，为什么大卫这么说？因为大卫用这样的话来证明神的灵与他同在。他所看到这个人，并不是人看为年轻毫无经验的，而是他证明神与他同在，他有充满神的能力。阿们。
所以我们信仰当中，我们真的不要看清哇，牧师啊，我只个小小平信徒，牧师啊，我是小小的执事，我能为主做什么？你可为主做多了，你可以为主做很多。只要你不轻看你自己属灵的位分，你的属灵生命，神必定加添给你力量。阿们。重点来了，你怎么样领受神给你的属灵的能力？就是你要祷告，你要常常祷告，仰望神。所以，我们看到大卫的见证当中，给我们几个重点。第一个，他在年幼时，他为父亲看养；他在危难的工作当中，他不只学会弹琴，他也学会战斗。他透过他看守羊群当中，他学习保护羊群的安全，他学习战斗，抵抗狮子跟熊的侵略。各位兄弟妹，我们看到，如果我们生命当中，如果一直活在安逸当中，如果一直活在家里面啊，当妈宝，我们一直没有操练，一直没有接受挑战，那个能力就没有办法出来。所以你看大卫在看守羊群的同时，他不是只有会看，他还会保护，代表他的能力已经提升了。那这些能力怎么来的？是操练来的，是学习来的。所以我们知道，所有的服事，所有的能力都是操练来的。阿们。而且你会发现，一切操练的事情都是一个挑战。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不论是幸福小组，不论是个人布道，如果今天你只要坐在礼拜堂，你要哈利路亚，也要阿罗主，我们一点都不愿意接受装备，我们一点都不愿意接受挑战，那我们传福音，那我们为主做工的能力就一直都没有办法被培养出来。所以你看到大卫，他生命就是这样操练。所以基督徒生命最大的成就，就是从苦难当中去学习。第二个，大卫他不只有过去的经验，他也见证耶和华上帝曾经救他脱离狮子及熊的爪。我们看到大卫，他展现了信心，所以他说：“耶和华也必救我们脱离非利士人的手。”所以我们知道，今天我们所需要的是信心，因为只有信心才能够过得胜的生活。所以信心是什么？你还没看见，就是你相信。今天我们刚刚听了秀一姐的见证，你的孩子，我相信过去跟孩子的对往，你会担心。我囡仔那这么听我的话，你会担心孩子的未来的信仰的走向。然而，我们要对神的信心仰望，所以你看到他常常在祷告，我们也要常常在祷告。所以大卫深知道非利士人，他所咒骂的不是人，而是神。所以我们面对所有的挑战，我们真的要在主面前来警醒祷告。难道上帝不会为了他的荣耀起来对付他的仇敌吗？会呀。所以大卫才说，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他必定失败。为什么？为什么大卫跟如此斩钉截铁说，这个没有受割礼的非利士人必定失败？因为耶和华与他同在。阿们。当神与你同在的时候，无所不能啊。所以我们知道，福基教会有一个治理面，他说不是厉害才做，是做了就很厉害，是做了很厉害。为什么？因为每一次的做当中必定会有失败，会有不成功，会有哪里做不好。我们每一次的调整当中，都是在精进你为神服事的能力。阿们。所以当你越精进的时候，你发现你的能力越好。
牧师说我小小的见证，真的，我们不要轻看自己。当我在屏东水底寮当传道师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灵修，在祷告，神感动我，举办一个青年的培灵会。那我堂弟刚好在台北荣兴教会聚会，我就打电话给我堂弟说：“我想邀请那个连家恩来分享。”他说：“哥，不错呢，他刚从非洲回来，很有名哦。你跟他分享，去你那边分享应该很好。”然后我有个感动，有个牧师跟我说：“翁传道，你既然邀请连家恩已经来到屏东水底寮分享，不要只有你们教会听嘛，你让很多教会都来听。”后来我就有感动，找东边台湾中会的青年部一起办，然后我刚好顺便去，我就去台北去拜访连家恩，就谈这些合作事宜。然后连家恩跟我谈说：“你说翁传道，我跟你讲，在你不久之前，屏东灵粮堂也来找我，希望我去分享，这样好不好？不要让我跑2趟，让我跑1趟就好。你先讲，就在你们教会办。”我说：“好啊，好啊。”于是他们就灵粮堂负责外教派的联系啦，一些报名，然后我们就屏东中会跟台湾中会一起办。那时候，我们的长老就跟我讲一句话说：“传道啊，你办什么连家恩青年培灵，没有3只猫啦，没有几个人会来看啦，不要搞得那么大啦。”我说：“没关系，不管大不大，我相信神会成就。”你知道吗？屏东中会、台湾中会、外教派这样联合起来，这样举办的这样的青年培灵，从早上9点到晚上9点，总共12小时不间断的青年培灵，不停的早上、中午、下午、晚上。那时候下午的时段是连家恩休息，我就邀请葛兆熙牧师来在中间培灵，这样12小时不间断的从楼上楼下坐满满的。后来有个执事说：“传道，想不到那么多人呢，比封幕还多了，都整个满满的。”各位兄弟姐妹，很多时候我们从神领受的意象，我们再能看小小传道，你没事搞那么大干嘛？没可能啦，没可能啦。很多时候的不是浇冷水，是浇冰块。但如果你确信你的领受的意象是来自神的，我相信神必定成就。阿们。所以那一场12小时的青年培灵之后，很多连台湾中会的牧者都不看好的一个培灵会，神的怜悯，神真的成就那件事情。所以这件事情一直放在我心里。神啊，求你让我没有忘记当初你呼召我的使命，就是你说你的意向为主你做工。所以当今天我们领受神的意向，我们为神做工，你就不要放弃圣灵给你起初的感动，你要持续那个圣灵的感动在你心里。你希望你跟神说：“神啊，求你帮助我，让我得人如得鱼，让几百人、几千人因你的生命、因你的服事得到救恩。”阿们。你要有这样的勇敢的志向啊！人惊袂到顶啊！主啊，我只要10个人就信主就好，不要那么胆小，多求一点，神就成就。阿们。所以我们来看这段经文当中，我们来看，拍谁？我们来看在撒母耳记第17章45节到47节，大卫对神的依靠，他刚强壮胆。他说：“你来攻击我，是靠着刀剑、铜戳，
我来攻击你，是靠着耶和华靠着万军之耶和华的名，就是你所辱骂的带领的以色列军队的神。今日耶和华必将你交在我手中，我必杀你，斩你的头，又将非利士的军兵的尸首给空中的飞鸟、地上的野兽吃，使普天下人都知道以色列中有神，又使这众人知道耶和华得胜，不是用刀枪，因为征战胜败全在乎耶和华，他必将你们交在我手中。各位兄弟姐妹，你生命当中是否为了什么事而胆怯、难过、担心吗？我们要看到大卫的生命见证，它不是一个故事，它是活生生在告诉你一个生命的见证。它是靠着神刚强壮胆，哈利路亚！所以，当我们教会在推动RPG， 当我们教会在推动幸福小组，当我们教会在推动新生命讲座的同时，别忘了，这都是神在做工。所以我们要靠着主来得胜有余，阿们。所以你要大大的向神开口，主啊，我要几百个、几千个人，在我的服事当中得到救恩。你要跟神求，你要有信心、勇敢，在神面前求。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我们从我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我们的神爱。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的。从头来唱，来对主说，我的诗歌，我的拯救，你是我患难中随时的帮助。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到永远。举起你的手来唱，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更大声的来宣告说，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宣告说，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心靠，你必不动摇。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只在乎你。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真的从神领受支取了神乃至神的信心，来仰望主。我举起我们的手，我们一起来呼求主，求主给我们信心。我们喊三声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哦，主啊，主啊，主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在你面前献上祷告，求主施恩带领帮助我们，让我们生命当中领受主的力量，领受主的恩膏，领受主的大山都可以挪开。哈利路亚！耶稣，你赐给我们从今天的牧师的分享当中，从大卫的生命当中，让我们看到，即便是歌利亚，就是即便是一个伟大的一个巨人，但是我们都可以因着有信心，
各位兄弟姐妹，主是我们的力量，主是我们的高台，阿门。我们靠主得胜有余。阿门。主，我们这时候我们的教牧团队、长子团队、我们的办公室团队，为了我们的小组长，为了我们兄弟姐妹来仰望，求主恩膏。我们也为了我们教会的新生命讲座、幸福小组这事工来仰望主，求主恩膏带领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在面前献上祷告，愿主你施恩帮助我们，帮助我们教牧团队领受你的恩膏，领受你的祝福，让我们教牧团队在你面前合一的服侍让人看见主你的恩膏，你的带领，你的仆人往前迈进。主祝我们长子领受你的呼召，领受你的使命在你面前来忠心成为主你的仆人，忠心服侍你。愿主你施恩全力祷告。祝我们新生命讲座，我所有位置的在你面前领受你的恩典。哈利路亚！主我们在面前献身祷告，主我将这一切仰望你。愿主施恩全力祷告，帮助我们，让我们的新生命讲座在你面前得了如意。祝我们幸福小组副长同工们在你面前征战有余。愿主施恩全力祷告，帮助我们。哈利路亚！我们在这边在仰望你。愿主施恩全力祷告。哈利路亚！谢谢主，谢谢主。哈利路亚！耶稣，我赞美你。这时候我们真的来仰望主，特别我们11、12月，我们将进行长子改选，愿主施恩掌权在我们其中主亲自来拣选他所喜悦、所重用的工人，在主面前的摆上。我们一起来为了我们教会的事工来仰望，为了幸福小组的副长来祷告，愿主高某的同工得人如得雨。我们一起来举起我们的手来仰望主。哈利路亚！主耶稣，主帮助我们的生命，主帮助我们幸福小组副长们让他们充满上帝的权柄，上帝充满给他们穿上全力，属你的全副军装，在你面前来服侍主让他们得人如得雨，面对魔鬼撒旦的攻势，奉耶稣名去主这个他们的诡计及拦阻，让这些被死的在你面前领受你的恩膏，领受你的救恩主帮助我们祝我们的长子改选，主亲自来拣选，亲自来带领，帮助我们长子改选。主你亲自来带领拣选你所喜悦的，通过这个服事当中，主你亲自来带领，帮助你的教会进入我们的复兴的路来迈进。愿主你施恩全力祷告，我们向着呼求，主你为我们预备，主你为我们开路，
在你生命当中，是否有什么事情让你胆怯，让你无法往前来迈进？什么事情让你有担心呢？我们真的向主说：主啊，我们这靠着你得胜有余。主，我们为了我们的身体软弱的修结来祷告。我们感谢主我们潘牧师娘出院在家疗养复健，愿主施恩坚固他的脚，使他有力量。我们为了我们的兄弟姐妹的软弱，我们心灵的软弱，我们来开口来祷告，求主来施恩帮助医治。我们喊1、2、3，我们一起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耶稣，我们这边献上祷告。主啊，求谢谢主，你垂听我们祷告。求你祝福我们潘牧师娘在住院在复健，愿主你透过复健，透过治疗，让师母的脚能够恢复健康，脚能够恢复强壮有力。愿主的施恩带领帮助我们的教会，我们身体软弱，主啊，你亲自来带领帮助兄姐妹、弟兄姐妹，主啊，求你圣灵帮助我们，将这一切仰望，为主你施恩，帮助我们的兄弟2、3个人奉你的名聚会的时候，圣灵在当中去除身上所有病痛，让恢复健康，让生命的经历到身体的恩典，这个身体医治，为主你施恩，全体我们祷告。信心来宣告，怎样围绕耶路撒冷，你必围绕我。再次来宣告说，主你是我力量，主你是我高台，坚固磐石，我信靠你必不动摇。是我力量，主你是避难所，我的盼望是在乎你。各位兄弟姐妹，我们为了我们高雄右昌高雄地区的救恩来祷告，让所有的高雄地区的百姓基督徒的比例能够提升，让我们传福音高雄地区传福音的使命来扩展。让高雄成为神所喜悦祝福的地。我们也为了我们国家的疫情来祷告，愿主保守那这疫情然后恢复过往的平静。我们一起来开口来祷告，主啊，我求你帮助我们帮助我们国家帮助我们的高雄。主啊，我们高雄的百姓有许多人还没信主，主啊，求你帮助我们高雄众教会，我们兴起对主你的福音的热切。
对你传福音的使命来传主你的福音。主啊，就会帮助我们，透过我们众教会传主你的福音做幸福小组，做下悲剧。主啊，兴起我们对主你复兴的火的燃烧。主啊，让我们众教会高雄地区能够基督徒的比例能够节节的提升。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国家，让我们国家的疫情在你面前得到绝对控制。愿主施恩垂听我们祷告，帮助我们的高雄地区那个基督徒的信主的比例提升。主啊，让高雄成为你所实验荣耀的地。主啊，求你祝福我们的国家这个城市祝福我们的疫苗的注射，我们的疫情的控制在你面前蒙恩。愿主你垂听我们的祷告，谢谢主，主你要保护我们，主你要使得疫苗覆盖力要在台湾继续的提升。哈利路亚，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向你来说。我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对，就说主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再次宣告说主我的生命要看见，要看见，我要看见，如同摩西看见你的荣耀。我要看见，我要看见，这时代要看见你荣耀。主耶稣，我们要看见，我们看见主你在我们高雄地区，让高雄的众教会透过传福音，透过幸福小组，让高雄的信主的比例节节提升，让高雄成为你所喜悦的城市。主啊，祝我们的国家让国家的疫苗的注射及政策成为国家这块土地的祝福。愿主你施恩垂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门。我们用主的主导，我们同心来做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谢神。我们离开之前，我说你是蒙恩的，你是蒙恩的，是蒙恩的。